喂，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咧繼續同大家跟進咧雲福苑大火嘅後續啊！咁喺開始節目之前咧，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同埋開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嘅影片啦。咁今日雲福苑嘅聽證會咧已經嚟到第13場啦。咁今日咧依然都有個咧極度荒謬到極點嘅事情咧要同大家講嘅。咁就係原來咧火災當日啊，警方收到市民嘅救助之後咧，竟然係用傳真機將啲資料咧傳俾消防喎。你冇聽錯啊，係傳真機啊！呢嚿嘢亦都俗稱咧 fax 機，依家都已經咧2026年啦，仲有人用 fax 咧嚟到救命嚇 send 啲資料過去。咁呢個民建聯嘅議員咧陳學鋒咧直接質問啊，喂，我諗咧呢個年代啊都冇咩人會用 fax 機噶啦。之後咧，阿鄧炳強咧就承認啊，警方當時確實咧以傳真嘅形式咧將求救資料咧傳送俾消防，情況咧唔理想。嗱，又嚟啦，又係唔理想呢3隻字啊！我上次先講完啊，一件錯嘅事咧，其實咧用唔理想去到包裝佢嘅錯誤咧，係一個唔好嘅行為嚟嘅。如果呢件事真係錯嘅話咧，我個人認為咧，其實直接講話錯，或者咧我會即刻改，都好過你話咩唔理想啊！講真啦，不理想呢3隻字咧，真係輕描淡寫到極點啊！喺火場咧，分秒必爭，仲要慢慢等個 fax 機咧嘟 send 啲資料過去喎，都唔知咧 fax 等幾耐嘅，仲要可能用緊啲好舊型號嘅 fax 都唔出奇。即係正常咧，可能咧可能1分鐘內搞掂嚇，因為我真係太耐冇見過 fax 機啦，我都差唔多成10幾年冇見過 fax 機啦。fax 機呢樣嘢呢，我個人認為應該係得嗰啲文具鋪先會有嘅啫。我唔知道大家屋企仲會唔會有呢一部機啦。咁我覺得應該大家屋企可能會有影印機啦，但係真係未必有 fax 機嘅，所以我都唔係好熟嘅。咁但係依家已經係嚟到2026年啦，啊，人工智能啦，咩 5G 啦，嗰啲咩即時通訊軟件啊 WhatsApp 嗰啲，喂，全部都係講緊1-2秒就搞掂啦。喂，佢仲用緊 fax， 即係話我用 WhatsApp send 信息咧，仲快過佢將嗰啲求救嘅資料咧傳俾消防啊！喂，呢一樣嘢咧，絕對唔係可以接受嘅嘢嚟嘅咯，已經係。阿鄧炳強就話咧，未來1-2個月咧，將會改以基礎嘅電子方式處理。嗱，咁佢呢一句咧，又係有經過包裝噶啦。咩嘢叫做基礎嘅電子方式啊？即係咩啊？係 send email 啊？定係 WhatsApp 咧？講得都唔清唔楚，都唔知係咩方式啊！佢堂堂一個保安局局長，用咩方式咧都講唔出，都唔知道。喂，咁真係點樣啊？所以就話咧，呢個系統咧係好有問題，好大嘅問題咯。再講啦，平時咧就會撥款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啦，可能咧用緊嗰啲唔知咩幾億啊、幾千萬啊，去到整唔知啲咩街燈係嘛，嗰啲閉路電視啊嘛，好似冇記錯，跟住又做好多唔同嘅嘢咧，唔知要防守啲咩啦，但係到頭來，去到最後一個緊急熱線嘅最基本應該要改用電子方式嘅東西咧，佢竟然係用緊呢啲咁樣嘅 fax， 差唔多20年前以上嘅一個嘅形式啊！去到做呢一個傳送啊，咁唔知道各位街坊，你覺得用 fax 機嚟到傳呢個求救資料有冇問題呢？我亦都想問下大家，究竟呢，大家屋企會唔會仲有 fax 機呢一樣嘢呢？定還是可能公司啊，或者係啲文具鋪先會見到呢？咁啊，歡迎咧留低你嘅想法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，俾訂閱嘅撳個訂閱，感謝各位支持，下次再見。